关节灵活不够，跟着邵老师一起练这几个动作。大右腿折叠住，别去甩出去，速度2个前脚中间速度快点。现在是直腿下压啊，脚尖勾起来是往下踩，对，直拉。然后迅速的抬点，可以不用过去，就是从它就是离得远一点，以防万一碰到嘛。对，走，大小腿折叠住，可以离远点，俊杰。对，可以离远点，对，收住，把踩腰肌抬的时候高，抬腿啊，先做绕栏，对，然后再去换，对，一步起拉，把髋转起来，稍等，这个地方每次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稍微夹着点，夹一点，然后往前去送，你别打这么大，再去送啊，出来。然后起，然后下一个走啊，对，走，起，走，对，回，对，走。关注邵老师教你会飞的田径技术。